碎银几两，为了三餐有汤，为了车呢，为了房，你为的是哪位姑娘？偏偏这碎银几两，能解世间慌张。纵然六亲不认，又何妨万孔千疮？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！1、2、3，过年啦！早餐，早餐。早餐，早餐，香喷喷的。还有这个马铃薯，等下要煮的。哇，自己煮了。